人嘅小家庭以清雅佈局，感覺輕鬆舒服。訂造家私以淺木拼白木，傾向素淡天然，好處就係唔太貴，裝修費28萬。飯廳曲尺牆由半腰至高櫃嘅編排，避免一大組太笨重啦。高櫃中間部分設置層架，燈槽照亮冇咁局促。客廳一面牆壁做簡單地櫃，保留上方嘅深度。電視機嘅牆位咧比較窄身嘅，佢形成到咧好似呢一個客廳嘅位置咧係比較細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特意咧喺呢一部電視機嘅牆身裏邊咧，我哋做咗一個 partition 嘅效果，而且面頭黐咗一啲牆紙喺度，再連貫埋而家呢個走廊嘅位置，做咗一個隱藏門喺度，令到呢一個空間咧係更加咧開揚。線牆紙黑鏡鋼嘅特色牆，反映追求美好嘅心態。飯廳有另一例子，原底飯廳呢一個位置嘅時候咧，其實係有一個對流窗係望住嘅天井嘅。我哋特意咧將呢一度咧做咗一個百葉窗，去增加個私隱度之餘咧，亦都可以咧保持翻有一個通風嘅效果。連同工作平台都有相同設計，晾衫嘅時候可以打開。書房大櫃繼續以淺木拼白木，視覺水平之上設置層架，頂部假天花做燈槽照明，減低壓迫感。書櫃保留窗前空間，寧願做揭板儲物，透入更多天然光啊！